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沿着5G 科技时代，数位发展部结合电信业者，在成功大学举办5G 垂直场域体验周的活动，包括5G 的智慧网络、制造、医疗等等的运用，让民众会当亲身体验了解5G 科技的多元发展。请启动多元创新民主参与数位发展莫达，带领台湾5G 数位发展创建新未来。数位发展部推动电信业者发展5G 垂直场域应用创新服务，在国立成功大学举办体验活动，各家电信业者拢展示出各项应用成果，以建构智慧国家的基石，加速我们的数位转型，提升国家的数位竞争力。其中，我们目前推动补助5G 网络建设计划，这个就是希望透过补助吸引业者加速加量建设5G 网络，不但要提升涵盖率，带动网通产业，更要建设跨域的5G 垂直实证场域。在网络方面，有业者推出5G 元宇宙虚实整合，透过4D 影像摄影技术，模拟世界脚球赛的现场。在制作业方面，以 AR 加上 AI 人工智慧技术，加上人体骨干分析，让工厂的作业定数更有效率。数位发展部在成大这个活动上展出的主要是智慧制造相关的应用，包含像公安以及产线上人员组装的 SOP 的自动化分析。另外，更有电信业者透过5G 将阮固定疗平台甲基进系统整合，甲病院基进式技术连线，强化紧急救护机制，提升急诊医疗品质。它这些状况其实更需要一些先进的一些医疗设备跟医师及时的介入。那有这些设备呢，我们才有办法在我们的中控中心能够了解整个转诊过程当中发生的状况，那及时给予回馈，那指导说上面应该要怎么做。而且在病人送到医院之前呢，我们就可以启动相关的，比如创伤啊、心导管团队啊、妇产的团队、小儿团队之类的，预先做好准备。那这个其实对整个病人的预后跟时效是会大幅的改善的。另外，会场嘛展示5G 智慧工厂作业情景，现场运行自动搬运车，让民众看到5G 高科技产业的成果。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11月26號，不只有9合一選舉，更有18歲公民權的公投。立委陳田輝、甲議員陳秋平、陳怡珍、創全周麗珍共同召開記者會，發表用因的理念所製作的環保袋仔，將在11月6號競選總部成立的動工發送給民眾。民主前進，挺18。距離選舉剩無1個月，投票日即天除了要投議員、市長之外，還有一張18歲公民權。立法委員陳田輝、甲台南市議員陳秋平、陳怡珍、蔡旺全以及周麗珍等人共同推出挺18環保袋仔，除了有宣傳的功用之外，嘛會當響應環保。自己的權利自己顧，我們希望所有的年輕朋友一定要返鄉投票，不要對於這樣的議題冷漠。除了宣傳18歲公民權的投票，嘛是各4位議員的競選總部嘛將在11月6號來正式成立。到時陣，這相關紀念品嘛將在東港發送。那我想，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已經有205個國家18歲的年輕朋友都已經有這個公民權了。我想，鄰近的不管是韓國、是日本，其實年輕朋友都有這個18歲的年輕朋友都有這個公民權，所以希望台灣的民主能夠更加前進。民主挺18，大家一起走 ，Go Go Go！ 如果喜歡我們的民主挺18的那個小袋哈，請大家到我們屋處來索取 ，Go Go Go！ 那麼也希望能夠邀請大家來到現場，那我們一起用各種的方式呼籲大家共同來挺18。歡迎所有的青年朋友來索取我們的民主挺民主前進挺18。青年參政是目前世界潮流，嘛是國內的共識。立委陳田輝呼籲大家一定要行使家己的公民權，在11月26號即天來投票。台南新聞楊順懷採訪報道。台南市消防局為了推廣全民防火甲防災的觀念，除了推出2023年的消防月曆以外，佮改編消防員救災救人的真實故事，並且翕成影片，透過報道帶大家做伙來看賣。
消防台大内动要呼叫，现场大量黑色浓烟窜出啊！支援单位即到达。一幕一幕亲像电影一般的情节，这是台南市消防局所现的影片，全部拢是由真实的故事来做改编。今年以先锋救援为主题，表达勇敢面对危险是消防员的使命。那这个影片在预告片的时候就已经才短短1个礼拜就已经获得了15万次的点阅率，那可见民众对于我们消防队员是高度的尊敬的，对于他们的出生入死、任务辛苦也是高度的感动的。影片当中除了呈现真实的救灾过程，嘛展现了侪消防的多元专业。也毋过当中有人伫得勤的时阵发生急性脑中风，即马才伫咧病医治疗，到今还未清楚。市长黄伟哲嘛特别替这位队员来加油打气。是的，阿宝加油！今年的消防月历除了展现消防动员的形象，上主要的是将风灾风火标语宣导予民众知影，更强调消防的救灾救护等多种面向。那这次很高兴有机会让台南消防局选我当作2023年月历的1月主角。就我平常在救灾救护的过程中，能帮助到民众，那就会让我觉得很开心。那就希望民众能多多支持我们消防员。影片甲月历推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民众有正确消防安全观念，同时提升消防的正面形象。消防月历限量12000份，民众会当透过消防局办理的宣传活动来摕。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应用最近警察同仁殉职的遗憾，台南市政府跨局处合作办理环境创伤急救的教育训练课程，安排有丰富经验的技术员来担任讲师，提升环境遇到创伤事件的时阵，会当做好上介好的处理。环境伫维护社会秩序时，会拄到各形各色的人，难免会拄到无理性的民众，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因此，应有基本的创伤急救技能是相当的重要。市府卫生局、消防局以及警察局携手合作，办理环境创伤急救教育训练，加强环境拄到创伤时的急救处置，减少教因前失火，增加存活率。在第一时间，能够做一些第一时间的止血或是创伤的急救，这变得很重要。远的不说，就跟这个2天前所发生的韩国的那个梨泰院的惨案来讲，这个大量伤患一下子产生出来，你可以看到现场的新闻画面，警察在跟现场的这个围观的民众呼叫，赶快，谁会做 CPR 的，谁会做紧急救护的，谁会有医疗这个经验的，这马上就有很多民众进去。那可以看到摄影机带过去，就一排人在做 CPR， 一排人在做这个紧急的止血，一排人在做这个紧急的救护，这些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碰到。我们当然希望说台湾都平平安安的不会碰到。这次的急救课程特别邀请有丰富急救经验的高级救护技术员担任讲师，为受训的警察同仁讲解各种创伤的紧急救护方式。创伤的话，比如说枪伤或是刀伤，那么有一个圆形的伤口的话，那通常我们就用快速的止血敷料，好，然后止血敷料的话，一直搓把那个伤口堵住。那最重要就是要得到先止血，那止血。那你在肢体的部分关节的部分，我们可以用 cap 止血带，就把它绑起来，减少出血量，那加压往后，然后另外再针对伤口再做一个纱布填充，让它止血。重要就是减少大量的出血。卫生局表示，一般中级重大创伤事故发生时，空喙大量出血，可能会造成小可离死亡。若是会当伫第一时间控制出血，妥善做好创伤止血紧急处置，就可能提升保条生命几率。因此，创伤紧急训练对第一线执勤的警察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不但会当救人，嘛会当自救。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互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农委会加教育部推出营养午餐食石班计划，要让学生在这学期会当用加菜方式食到世界石班料理。不过有一寡囡仔无爱食鱼仔，所以应控各些营养师特别采用东山的柳丁来搭配石班，做出酸酸甜甜的石班创意料理，让学生真介意。午餐时间一到，台南永康国小学生排队出餐，3菜1汤的组合，营养有搭配，有蔬菜，有排骨，嘛有海产，丰富又够美味的菜色，让囡仔吃了真欢喜。还不错，还不错，那口感如何？还蛮 Q 的，很 Q。很 Q。那你以前喜欢吃鱼吗？
有甜点。对，好吃吗？好吃。但因为有未少囡仔无爱食鱼，永康国小营养师王琼燕特别发想创造出一道大部分小朋友都会接受的口味，柳丁加上石斑鱼的创意料理，酸甜的口感，加上 Q 弹鲜甜的鱼肉，希望会当得到小朋友的青睐。一般小朋友呢都不喜欢吃鱼，其实呢鱼它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像石斑鱼呢，它的脂肪含量就很低，然后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鱼皮还有丰富的胶质。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道石斑鱼料理呢，就是利用柳丁它天然酸甜的果香味和石斑鱼它肉质鲜嫩有弹性的特色，两者来做一个完美的结合。就推出了这一道橙汁石斑鱼。那这一道橙汁石斑鱼呢，就是有酸甜的口感，而且又非常开胃的料理。台南东山的柳丁加上国产优质石斑，变成酸甜火炉饭的料理。永康国小校长洪国展表示，将上在地吃当季的理念落实在学校营养午餐当中，同时也配合着国家支持国产农渔业政策。在地食材也是我们台南市政府一直在推动的食农教育里面推动一个很大的方向，所以我们就结合我们现在东山盛产的柳丁，来加我们石斑鱼来做一个创意的一个石斑鱼料理。因为我们在思考鱼类的话，其实小朋友接受度也不高了所以我们希望是说用这一种创意料理来吸引小朋友愿意去尝试这种高经济的这种高价值的鱼种，这平常午餐时间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的食材。那也所以说这一次其实也蛮特别的，那包括搭配我们现在的盛产的菱角，所以我们的菱角排骨汤也是当成今天的一个汤舀的部分。所以今天其实结合蛮多的一个在地食材在我们的学校的午餐食材里面，我们希望说孩子可以在学校营养午餐里面吃得好，也要吃得够营养。营养师的卡书采用在地当季水果入菜，除了提升菜式变化以外，更会当增进料理的风味。更搭配政府政策，推出特色营养菜单，让师生吃了健康又安心。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在秋冬季节变换时刻，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台南新老病医小儿科最近就连续接到小朋友在无捂鼻孔的状况之下，却流鼻血。后来经过医师的诊断，发现小朋友是透早起床容易流鼻水，或者是拍甲呛，而且拢有擤鼻食肥厚的情形，才确定是过敏性鼻炎。台南新老病院小儿科医师陈柏松表示，过敏性鼻炎是一种慢性呼吸道的疾病，在成人甲儿童拢有真悬的盛行率，其中上明显的症状就是流鼻水。但如果小朋友莫名其妙流鼻血，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所造成。现在刚好季节在变化，在冷热变化，小朋友的过敏啊，大人的鼻子过敏都会变得比较严重。那么再分享一下鼻子过敏常见的症状啊，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状况？特别像是流鼻水啊，它的特点是会有青色的鼻水啊，那会同时比较严重一点会有眼睛痒啊、鼻子痒这样子的症状。那甚至像今天分享流鼻血都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造成的症状。是前一阵子有遇到3个流鼻血的病人，那对，因为真的是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啊，他们也在治疗之后有改善。那这样子我们会觉得是那个跟过敏性鼻炎有关系。那回头去看文献，其实流鼻血的确也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之一，不过相对来说的确是比较少见，没错。鼻子过敏的话，第一个它基本上不会发烧，那它的流鼻水的表现也都是透明的鼻水为主，那配合会同时有一些鼻子痒，甚至严重一点的话，还会有眼睛痒，然后常常揉眼睛这样子的症状。那如果是有出现黄色的流鼻水，黄色或绿色，那或者是单边的鼻子很塞，甚至有嗅觉丧失这样子的状况的话，甚至可能比较严重，我们会建议来找我们的小儿专科的过敏科的医师，然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会帮转介耳鼻喉科医师来做进一步的检查跟治疗。虽然家长表示小朋友在无捂鼻孔的状况，一礼拜流2-3天的鼻血，但经过问诊，发现小朋友有定发性的拍甲手、杂片、加鼻孔肿，甚至目睭红或者是肿，这拢是过敏性鼻炎常见的症状。因此，医师呼吁，如果小朋友莫名流鼻血，一定要找出正确的病因，
由小儿科医师或者是专科医师来诊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高雄本馆路顶有一间超人气的馅饼餐车，每一粒馅饼拢有薄又搁酥的外皮，搭配无同款口味的鸭，互消费者真娱乐。到底好食的秘诀是啥物？头家又搁是为啥物会想要来卖馅饼呢？故事就爱为头家为爱返乡来讲起。平日的下午，一家专卖馅饼的摊车，老板包馅饼的手没停过，一旁的油锅里不同形状、口味的馅饼陆续换上金黄色外衣，散发迷人香气。会卖起这超人气的馅饼，是因为当初在竹科上班的老板想回高雄结婚了。做这个之前是在竹科当工程师啊，那时候也刚好在犹豫说要结婚了，那是要把老婆以后小孩要接到那边，还是要回高雄这样子的啊？因为我老婆也是高雄人，对啊，我本身也是高雄人，也在竹科那边也奋斗了10年了啦啊，父母年纪也大了，就还在犹豫不知道做什么啊，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后来我们就去找那个老师傅，他就说：“那你对这个馅饼有没有兴趣？”我就说：“有啊，我本身对吃的就有兴趣了。”老师傅他们一对夫妻，然后他们就说：“如果我愿意学的话，他们很开心可以教我啦。”对，后来就毅然决然就把新竹的工作辞掉了，就是在台中住了1个月，就去学这个馅饼。跟着老师傅学做馅饼，很多秘诀都只能意会，无法言传。这让当过工程师的老板决定建立一套 SOP， 从煎馅饼的油温、饼皮与内馅的比例都要量测好，才能做出口味一致、大小规格统一的馅饼。在炸的过程的油温需要几度啊？他们也是跟我们说，那个油就是不要冒烟，就是那个温度啊。但是光这个油温对我们外行人就要去摸索很久。本身自己之前当过工程师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测一个温度，然后去设定一个时间，把这整个流程把它一个标准化，给它一个 SOP。比如说，我们的面团几公克，然后馅料加起来是几公克，那每一颗馅饼做起来一样大。我们油温固定了，然后它的大小、重量固定了，我们时间也固定了。那炸出来的馅饼，我们也不会怕说里面没有熟。因为东西好不好吃一回事，你不熟就是不能吃。因为自己对餐饮的兴趣，让老板陆续开发新的馅料，其中的高丽菜馅饼包入爽脆多汁的高丽菜、香菇、肉末以外，还加入一样老板的秘密武器，让馅饼香气与众不同。而口味微辣酸香的酸菜猪肉馅饼，更是爱吃辣的朋友不能错过的好味道。我们的高丽菜吃过的人大家都会觉得很好吃，但是又说不上来那个味道到底是跟别人家的高丽菜馅饼差在哪里。那我今天既然有人来访问我就公开这个秘密，其实它就是在鸭油。因为我有一个叔叔，他在台南卖烤鸭，他每天把他的那个烤鸭烤出来的那个鸭油，他收集给我。做烤鸭的时候，他在腌制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香料，然后跟那个烤鸭滴出来那个鸭油融合之后，那个味道特别香。去炒高丽菜，我觉得效果很好。因为我吃高丽菜嘛，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馅饼味道还蛮香的，然后而且炸得很酥，对啊，我觉得吃起来就是还蛮酥脆，即便冷掉，我觉得也很好吃。有一个客人他就说喜欢酸菜这个味道，然后我就回去就跟我妈妈去做研究，怎么把这个酸菜融入到我们的馅饼里面去。那我们做过很多尝试，然后后来我们试出来这个方法，我就觉得符合我们南部人的口味，就是有一点酸、甜、咸这种味道，我们南部人就很喜欢这种味道。买给家里的人吃，很香啊，很好吃。太晚就没有了，5、6点就快没有了。馅饼摊车下午2点开卖，往往到了4、5点就有口味陆续卖完。熟客都知道要先打电话预订，才不会扑空。人气的关键，除了是料好实在的铜板美食以外，最重要的是客人能够感受到老板包裹在内馅里那一份对家人的爱和追求美食的用心。记者周福庆、蔡怡文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